是没人家同行古当的古巴的这个这个人，第二个到时等个同行的那年的古巴人，说实话，但的做多少啊？谁不起？今年嘛，做多要嘛嘞，谁不起？就同可说啊，要嘛嘞，这是我那种农业呢，同行里啊，真的是超过有时了的。哎，俺那边大是我就说推行嘛的，俺到时等个确定个比较的，人家情个超过叫的，俺超过的，哎，你同行真的是推能这个为什呢？搞秩序，俺可是这个是呢，没这钱是。哎，这样的，这三个岁的，做多干的三个大学啊，我的三个岁，这拿了送的票，钱呢？哎，俺送出去钱，哎，那每个票来可多了，那么这个这个我多是越多啊。这是我咋不忙起来呢？真的这人那个做那么错的，反正无所谓的，到底他就不忙这样子。这的是我的南山的社会，菜就要嘛的，可个是全是新高嘛的，这个需要是新高嘛的，这社产呢？每个准备可多了，我们人个搞些的虚火打这个眼睛，这没这可多的，这个我才是不是凶手，我这个讲是这些一点去。